好，诶，顶头即个 YouTube link 打起来吼，已经开始咧直播。啊，山顶的文本我打伫 chat room 吼，你当看到。你遮放的两条音乐是，一条是满山春色，一条是桃花过度吼。好，咱继续来看越南遮城日志1630年，咱顶回看到6月23日吼。进前看到就是讲，迄个江彬吼，甲天照打吼，去动荷兰人的船吼。咱来看，过来发生啥物代志吼？其实我有偷看啦，一直拢无看到迄个江彬的迄个到底伊个上尾结局是安怎，还未看到吼。咱斗阵来看吼，6月24日，来3。哎呀，无声啊，歹势啊，毋知当时开始无声吼。6月24有听到。完了，好，感谢你。好，咱继续来看吼，6月24日，下设商务员特劳纽斯、助理 Pieter de Nimme 以及两个水兵吼，坐一只洋客船对漳州河转来到台湾，带转来真侪关系着迄只客户烧掉迄只快艇 Don Birch 号，以及迄寡洋客船的消息吼，就是去互江彬甲烧掉吼。情形是安尼，咱来看吼，伊写这先清楚发生啥物代志。即个海贼江彬伫咧本国月3号吼，对南方转来到漳州河的大嶝岛来伫遮停船吼。咱因为看24日啦吼，伊讲的是即个月3日吼。啊，当夜通知阮讲，伊将要伫过当日要率领伊的将客船要入港吼，请大家毋免惊吓吼。过当日透早完全无风，因着趁着讲当日大阴嘛吼，海水当日重，就等阴的时阵吼，因着趁即当阵海水阴起来，所以因着趁即当阵用旁开航，利用摇橹吼，摇橹，伊这台语安怎讲？我查一下吼。咱伫咧读这大航海时代吼，一寡含船有关系书一大堆，结果我毋是伫咧海边仔大汉的吼，对即种完全袂晓讲。哇，查日连对应的字都无吼，橹吼，即个字。好，安尼就直接甘字典。当然，你若看即个字评嘛是知影，应该就是读路，应该走袂去。哦，路，好啦，无啥物通好加讲的，就是读个路。转来就是遮，讲迄个江彬趁即个水当去淹的时阵吼，啊，堤旁开始就船就开始驶过来吼，利用摇橹甲绳条的优势，就是趁即个水当去淹的即个优势，来到即只快艇 Don Birch 所停歇的所在吼。歹势，芭比煞无拄好甲你踢落，要甲你发一个地方片，搁个。袂要紧。好，读到倒位？哦，利用水长去淹吼，因的船就来到即只东北是停船的所在，
互22只、23只的撞击船来经过。另外有几只船，假意讲也要经过迄只快艇，忽然间船顶的人大声喊叫，跳入去迄只快艇东北去，用斧头破坏船尾的栏杆甲即个观望台。开始战起来就对啦吼，而且出其不意吼，伊出其不意啦吼，因为本来是讲啊，阮要过经过，你免惊吓吼，通知讲免惊吓，结果经过尔，船人就跳过去啊吼。我方人员就是荷兰人吼，随用大炮、步枪吼，好药箱甲烘肉用的铁册仔就摕来用啊吼，烘肉用的。册仔就摕来用，摕叉子吼，来摕来抵抗吼，抵抗了差不多4点钟，4小时吼。但是最后希腊人甲我方的人，就是荷兰人，大部分拢用枪甲矛吼插死吼。即个矛哩，我查者吼，是毋是我读矛还是读矛盾。两个音拢有啦吼，你会使读矛，会使读做矛吼，就是 B 甲 M 拢会使吼，拢是同款物件吼。所以就是希腊人就甲荷兰人大部分的荷兰人拢用枪甲矛插死啊吼，并且有一大群人对迄只已经破裂的铁桶仔落来，伊安尼写其实看无介有啦吼，但是可能意思是对即只东北区，可能伊的船舱啥吼，铁桶去互伊弄破吼，因此只好放弃该快艇吼，所以因只好放弃东北区。我方捌用大炮发射差不多40发炮弹，爆炸4箱好药箱，互希腊人死伤袂少，但是因随阁有人补起来，所以迄寡撞击船也相款互因上船大早吼，互因抢去。伫即场激烈的战斗当中，我方总共有19个人还活着吼。上席商务员库库巴卡吼，库库巴卡就是亲像讲就是互将兵掠去关吼，和下席商务员 Warraven 吼，拢身受重伤吼。迄寡人员即刻就是随去互分发去撞击船里，应该是讲迄活着19个啦吼。迄只快艇被算船顶的货物强落来了后呢，货甲落船了后呢，过长日透早就去互烧掉啊吼，迄只船就去互烧掉。上述特劳纽斯顶头讲的即个特劳纽斯商务员啦吼，去互释放，就是放伊走，放伊转去报消息吼。在即只撞击船特别转来台湾长官普特曼阁下报告这一切的情形，并且带来一张将兵的批呢，陈述各种分析的理由吼，就是批内底写各种理由啦吼，写好听话讲说明为虾米会发生即寡代志，并且提议讲，如果阮愿意甲伊和平相处，伊将要赔偿以及上清，就是赔偿啦，所造成的损失吼，就是伊要赔阮啦，阮也袂虾米钱啊，袂虾米钱吼，和伊和平相处，互伊和伊和平来做生意，伊会赔偿吼。注脚有拄则讲一个下席商务员和库库巴卡身受重伤吼，即个下席商务员 David Warraven 1630年伫个希腊沿岸担任下席商务员，
1638担任上席商务员，指挥对抗 Benjamin 的挺发性的征伐。我无清楚哦，这场战争是伫战啥吼？结果失败。1639年担任训练军队的司令官，1639-1643年担任巴卷的主管，署任马拉加商馆的馆长。1645年前往散石区中途来过身吼。散石区啦，石是迄个歹当句石，迄个石吼，歹势吼，都读毋着。这个散石区呐 ，Tin Wartin 人，毋知啥物所在。好，知影即个人就好啊吼，念过就好。若佫出现，直直出现，就爱特别认捌啦，若无讲过一遍尔，就是看。这是6月24日的日志，吼，顶头详细讲因含将兵起冲突的即个情形，吼。6月26，所以我就看到遮了，当然是祝福现在讲即个将兵诚好打吼，伊含即个李逵基相款嘛吼。6月26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来决议讲，要派下席商务员Dicker 就是迄个德国人吼，坐一只上客船去漳州河，要去遐吼，甲阮去互掠去的人甲讨转来。俘虏我阁袂记安怎读啊吼，孔子伯吼，我查一下，我去俘。俘是俘吼，我记得伊台语有一个讲法，交战掠着的人所掠着的人，什么青掠是啥物？俘虏吼，虏，这是孔子伯啦吼。青禽活掠，佫会记我读过袂记吼。青禽活掠就是俘虏吼，就是俘虏吼。台语叫做青禽，或者是活掠吼。我今仔日特别听 Eric 讲迄个228，因开真正好啦吼，因开即个类似即个228的即个纪念房吼。特别Eric 介绍5位迄当阵的即个真介有名的人吼，迄当阵算伫咧台湾算精英啦吼。因伫咧即个228了后，228就是一工尔，就是后来开始掠人，迄其实拢3个月代志吼。因是安怎因的生平，因安怎伫咧228迄个后来是安怎去互掠去枪杀吼。听了真感伤，但是你若对这无介兴趣，无介熟悉的人，其实你爱听一下吼。无你对228永远就是敢若这3字吼，无迄个深入的理解吼。我甲各位推荐吼，有机会你早去听 Eric 伫咱楼骹伫上班，无介方便吼。我袂记迄个房叫啥物房，落长啦吼。你早去 Eric 下底看应该看会着吼。好，咱搁转来日志遮吼，讲即个荷兰人决定要派即个 Dicker 吼去漳州河遐要去甲因去互活掠去的人要甲讨转来吼，而且要索赔吼，索赔就是要讨转来嘛吼，要甲人要赔伊，要讨即个去互烧掉迄只快艇东伯号嘛吼，要甲损失要甲讨转来吼。伊除了东伯号，佮其他吼去互夺走、去互抢去即个用客船所造成的损失，拢要
拢要做一个套倒来，并且如果可能若有可能要去迄个海贼将兵照伊的内批所写的，要来和伊缔定合约孔子辈啦就是要和伊拍契约查一下这个地我拄则读个地然后，其实是我后壁读，看边，看里边读的地结果是我撞着啦读个地无对啦或者是体转来第几只说缔定合约放伫头前啊变调本来是地变做地缔定合约。那国语讲快艇威廉根号甲即个阿森德号，伫咧准备好了，就随要前往偏湖，并且要派一只洋客船前往打到就即嘛桃园为着要伫这几个所在要听候对 Java 来的大船或者是快艇，就是印尼迄边会派船来因要派因要去遐等今仔日用客船赤坎号对芒港转来出队芒港之前讲可能是算家己迄边东港或者是波特港遐即只用客船大小是转来讲，昨暝解动另外2只用客船为着要载石好伫停靠伫咧遐停靠伫就是停靠伫咧芒港遐啦去互伫芒港以北差不多4海里的离林的居民用40只载满人员的这个舢板，我等下查这舢板台语安怎讲，所攻击。伊伫5方就是荷兰人送死2个人死2个人，也放弃另外2只将客船，就是赤坎号甲因荷兰人的赤坎号甲另外搁2只将客船去互离林迄边的人去攻击即只将客船载船的人真勉强才得到脱险，对方嘛死伤真大所以日是除了据讲要去漳州河遐要讨因的损失，要对将兵讨因的损失以外，另外一个消息就是伫咧芒港遐因的船去互离林就是即嘛江华离林啦讲到离林的这个句，但是江华离家己有一撮仔路呢我想我哪会我都对江华离林拍到芒港去各位若毋知看下地图我看有偌远啦直接用离林来测。离林伫咧啥王公方圆，王公啦王公嘛是伫海边离林是较活山啦其他无山啦，离林是较离海佫一撮仔路另外江华佫咧会云林县佫咧才是嘉义县东就安尼差偌远，我看觅10公里我小量一下差不多安尼是10公里10、20、30、40公里的呢40公里外的人会去攻击伫咧
40公里外海边仔的船。参考就好啦，我无解确定这是发生啥物代志啊。6月27日，咱搁看过长日，用客船赤坎河出发要去打狗，载石灰吼。但是伫咧航出港岛的时阵，因为无风，所以被潮流撒去真活北线尾的沙洲，以致到伫咧北平沙洲区的角湾附近去弄着陆地，桅杆摔出去船外吼，桅杆可能拍断去款吼，弄着迄个陆地嘛，搁有塹伫遐，结果桅杆啊可能断去吼。人员甲货物拢已经救起来，用客船也是完整靠伫遐吼，靠塹伫遐。这是6月27日，赤坎河出代志吼。好，咱继续看后个月热天已经到吼，7月2日，下设商务员戴卡，就是要去本来讲要去漳州河去讨因的损失，要去载因去用活了的人转来吼。坐一只用客船出发，要去漳州河，但是因为风力真强，港岛巨影啊吼，雄影就是影就大了吼，无法度出航。这是7月2日，过来是7月7日。这时候我搁讲一句话，你看迄个中文的这种造句吼，巨浪汹涌。你若台语，当你空字辈就变成巨影、雄影还是雄影吼？但是你知影台语白话其实袂安尼讲吼，讲风影真大之类吼。这就是一个语言叫做破释，甲一个语言讲究迄个虚华的无共的所在。哦，你若有记，因为我定定安尼咧读文章，尤其是读华文，迄个华文内底讲究虚华的迄种用词、用字，就特别多就对啦吼。这是我较早咧读圣经的时阵，我是配合迄个旧约，我是配合希伯来文看，就是犹太人因咧读的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一个足朴实的文字，一种足朴实的文字，伊无迄种遮尔虚华迄种形容词。你若去看，你一字一字对好甲华语一大堆即个哇，足华丽吼，哇，用个足虚华的字吼。伫咧犹太人因的即个希伯来文，就是足朴实的字尔，就等敢若我拄则讲台语就是安尼。所以你无比较毋知啦吼，华语其实足侪无必要的即种虚华的字吼，尤其你有时你含英语对应起来，你嘛会感觉会出来吼。英语一看就是足简单的字，为什么华语翻甲遮尔安尼足有学问安尼吼？这是你伫咧惯用中文的人，你无感觉着，其实咱拢带着即个汉字或者是较早中文教育所得到迄个毒素在伫。我真正用即个歹听的字是毒素吼，就是你一定要用字用到迄种，我实在无法度，为什么你一定要用到安尼吼？我感觉文字表达出来，就是你有法度甲你的意思表达甲足好，这是足重要，这是第一。啊，你若有时间要去踮遐用迄虚华的字，当然嘛袂当讲你袂使吼，因为中文遮尔侪字，共一字遮尔侪无共的汉字，愈用愈，你会当用足千百字，你嘛会当用到迄爱去空虚伫顶去现在现有的字吼。但是我足看袂起迄种文章啦，讲实在，我就直接安尼甲你讲，我对迄种文章一点仔都无好印象啦吼。好，来，咱继续看7月7日，伊是甲4、5、6、7这4天吼，写做一抓无事好天气吼。拄则讲遐济，其实牵涉到我一直无讲，但是
嘛捌讲过，就是我对文言文其实足反感的吼。应该毋是文言就好，我袂讲对文言，我是讲对文言文教育足反感吼。我是认为讲一般人，你伫咧学校基础教育、小学、中学，根本就无必要去学啥物文言文啦吼。你学迄个要创啥？你伫咧 PPT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你会用文言文吗？你平常去表达的时候，你用文言文吗？你为什么要去用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宝贵的迄段时间去学迄种？你根本以后你一世人可能五六十年你都用袂到的这种。当然有兴趣去读文言文的人，我当然嘛甲你鼓励，我家己本身就就爱读的，我甲你讲实在吼。但是我实在无认为讲伫咧学校有必要去教。你伫咧大学研究所，你若要去研究古文的人，你再去研究就好吼。当然讲我有兴趣读，但是我家己会研究这我会去研究讲即寡字的汉字，大概变来读，但是迄无必要啊。我讲句实在，迄是我家己兴趣，无必要讲你逐个拢爱啊。好，7月9日，杨克群车工号已经用启动器，吼，已经连接杀入去海里。之前讲迄车工号因为风头，结果去靠浅嘛，伫咧即个北山尾山丘遐。啊，伊即摆已经甲用机器甲人力甲杀入去海。情况还算阁诚好啦吼，而且无破例吼，准无破去吼，所以互你加载吼。过来咱几粒讲到7月14日，一直拢无江滨的消息吼，江滨真好搞运吼。7月14日，快艇威廉根号甲即个阿森德福号以及杨克群新港号出发要前往平湖，要去遐听候对 Java 来的大船，或者进行讲过啊，但是一直无出发吼。进行讲可能是因为影伤大的关系吼。7月17日，咱继续看3天后，杨克群日本号吼 Japan， 日本号出发要前往达到甲金沙岛，过去金沙岛就是拉美岛，就是即马叫做小琉球吼，或者是迄当叫做拉美岛，或者是金沙岛吼。要前往达到甲金沙岛听候对 Java 来的大船，并且要去顺约对希腊要前往马尼拉的john克群，应该是意思是讲有船要对希腊要驶去马尼拉，可对遮因去遐甲巡一下就对啦，甲探一下啦。好，过来佫跳4天吼，7月20日，助理 Jacob Bartholomew Haverman 吼，伫咧商馆头前你洗身躯的时阵，互一只鲨鱼夹落去，以后就无佫看到，无佫看到啥，毋知应该是讲佫无看到迄只鲨鱼啊，但是去互鲨鱼夹着吼，大家伫台南海边仔上水较注意吼。好，7月21日，过长工，有时你会看即趣味的即种记载吼。7月21日，有一只一竿对安海派来john克群，经过平湖来到此地，带2个乌人甲一张被来要互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吼。所以你看记载吼，白纸黑字写吼，就是迄当阵啊，拢有乌人吼。班达时毋知是毋是乌人，我无介清楚。但是荷兰人因有一寡奴隶就是乌人嘛吼。啊，但是即马这毋是荷兰人的奴隶，是一竿伊迄边嘛是有乌人，因毋知去佗，毋知是去招来呢，还是去偷，还是共压来共掠来吼，我毋知因安怎写呢。带2个乌人甲一张被要来互长官普特曼斯阁下。配呢讲，伊一竿吼，计划伫咧半句南方的海贼女挺的协助之下，要去攻打海贼将兵，甲伊拍败。为此，伊要求阮派船和士兵来帮助伊。但是今仔日下设商务员戴克嘛已经对漳州号转来。一竿来讲要联合伊，要搁来拍即个将兵啊。因家己即个商务员去将兵击杀了后转来，吼，嘛甲将兵的批炸转来，吼，以及去互
活里迄个朋友的批，就是甲江斌甲因去用活里的人所写的批拢砸转来，吼，看起来是人无砸转来，敢若批砸转来，据此来得悉，因为安尼来知影讲，伊将要教伊的迄个承诺，就是要教伊英文的进行大用，就是江斌啦吼，要教伊进行大用，会放阮的即个俘虏，就是甲迄寡青琴活里的人要放啊互阮吼，要规行阮的好物，要爬上迄只快艇，但是现在还袂当实践，爱等到讲看到阮所写互伊诶，看到阮所写互伊诶代志是阮真正意思，啥物意思？应该是讲要等因的回批啦吼，应该是就是安尼尔吼。而且阮断绝一切甲一贯来往，到迄个时阵，伊就会实践伊的诺言，吼。OK， 所以江斌原来大家拢咧跋表的吼，江斌甲荷兰人讲，你还阁我陪上因甲恁人放去，就是即寡算面子对啦吼。你了爱含一关吼，切八段吼，你袂当含因来往，袂当含一关练兵就对啦吼。安尼伊才会放人吼。因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甲议会来决议，对一贯的请求，即道要客气来婉拒吼。拄则有我讲一个台语词，我要查结果袂记，前2工呢，我看找着诶。哪2工啊？几粒工？我找袂着啊，毋知伫倒位。好，歹势。要记啊。好，我要即马要找的是婉拒吼。我每一个汉字我若袂晓，我会来家己顶查啦吼，看台语安怎读吼。这是我本身的兴趣尔吼，你无一定讲你逐个汉字你都拢爱晓。这是干那互你方便读孔子碑的时阵，每一字读会出来吼。但是问题，我根本就认为你无必要读孔子碑，你无迄个必要吼。你有法度甲意思用你的台语，你所会晓的台语甲翻出来，安都会使吼。婉吼，婉拒即个婉，读做婉吼。拒当然就是拒还是句啦吼。句吼，句应该是阮的音啦吼，迄个东华腔。婉句吼。所以呢，对一贯是讲要含阮叫阮派船甲士兵去帮助伊要去拍将兵吼，所以对一贯的请求，即道要客气来甲婉拒吼，婉拒，就是客气甲讨调啦吼。一直到军门和其他大官也来请求，并且保证讲确实要赔偿阮已经遭受的损失，以及还阁会受到的损失吼，拢会意思讲将来的损失伊嘛，若有啥物损失伊嘛会来赔阮吼。伊安尼写的意思是讲，因回绝一贯，但是我其实看无诶，直到军门和其他大官也来请求，讲保证确实会赔阮。好，咱继续看。这个拢是为着要和江彬见面的时阵，若讲伊去讲到阮甲一贯交涉的情形的时阵，要互伊袂致到讲会去猜疑阮吼。
并且决议下设商务员特劳纽斯也要开动戴卡，佮转去漳州河确实来答复伊的即张批，就是因的回复奖品即张批啦吼。特劳纽斯因会佮转去送批。特劳纽斯是顶一遍，互伊有条件甲放转来，就是要转来带消息转来吼。伫伊的批呢，以及迄寡被俘虏的、被活掠的朋友的来批内底，拢强调讲要，互拢强调特别交代讲，特劳纽斯着爱佮转去就对啦，转去回复啦吼。转去看觅啊，因为伊的抵达以及其他朋友的规劝吼，看是毋是会当确定伊以前所讲的路线。就是你写翻啥物我就看无吼。这三个伊吼是应该拢是讲特劳纽斯啊吼。你去看讲特劳纽斯的抵达以及特劳纽斯朋友的规劝是毋是会当确定特劳纽斯以前所讲的路线，还是讲上尾即个是奖品，毋知吼。要紧看个就好。7月24日。一官会将客船离开此地，转去安海。一官会将客船啊，毋是讲一官啦吼，就是昨昏一官派来即只船离开台湾，转去安海吼。嘛毋是铁板啊，就是荷兰人无答应吼。下设商务员戴卡嘛已经出发前往澎湖，要去遐开动目前伫咧快艇威廉号顶的即个特劳纽斯到当作要去中国沿海吼，要去回复奖品嘛吼。过4天，7月28日，下设商务员戴克开动拒绝接受命令的特劳纽斯对澎湖又搁转来此地。即只发生一项代志足奇怪吼，嘛无奇怪，你嘛想会到特劳纽斯拒绝接受命令，伊无愿转去就对，伊无爱转去奖品遐吼，可能是惊着啊！你看奖品，你看伊经历迄场战役吼，伫咧船顶，奖品的船人拢跳过来即边，甲因的物件拢拍拍拍，甲人掠走，杀死一堆人，剩18个还是19个活伫活的，去互因生擒活掠去吼。特劳纽斯惊，可能是惊啦吼，惊讲这转去，命就无去吼，所以无愿转去吼。即个拒绝抗命就对啦吼，伊遥指反抗命令，坚固前往西南沿海，坚决就是坚定拒绝啦吼，无愿转去西南沿海。因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向伊宣告，伊爱负责，因为伊抗命互公司可能遭受的全部损失吼。伊着爱负责吼，那因为安尼有啥物损失，伊爱负责。上述戴卡随搁用旁启航，要继续航行去即个漳州河，但是因为无风，即暗暂时停伫咧港外。咱继续看，7月30日，快艇阿森德号对澎湖载石头转来台湾。继续看8月头6天吼，写做一逝，逐天拢是变化无常的落雨天，天气无好。过两天8月7号嘛是一逝，快艇威廉号对澎湖载石头转来此地，进前是迄只什么威森多夫，即嘛是另外一只载石头转来。8月9号，过两天。即天就较长啊吼，咱来看发生啥物代志。9点14分，这边人应该当看了。阴暗的落雨天，真阳讲，已经落要2礼，落几礼拜，超过1礼拜，落要10天啊吼。阴暗的落雨天，夹着强烈持续的南风，落雨天
加上透南风，阮看见有一只快艇，伫阮停泊伫个岸边的大船的正前方，在海上往阮来航过来，一路冲撞颠簸，了讲吼。颠簸，我找一下，主要是伫簸里要读。簸读做簸第三声簸，或者是簸吼。我相信是一个读册音，一个白话音吼。簸甲簸，簸就是畚箕啦，簸箕伊是写簸箕吼，簸箕。这含颠簸有啥物关系？伊是毋是写毋着汉字啊？我看觅吼，我用我的输入法测看觅。真正是一字啊！簸，或者是簸吼。讲迄只船往阮航来，一路冲撞颠簸吼。我过南平沙洲区来跨浅伫个半个步程射程的所在，伫个半个步程射程的所在去上岸，上岸就是搁浅吼。即个所在是介于即个城堡甲港道中间的所在，无大桅杆，无偌久前桅嘛断去，头前的桅杆嘛断去吼。即个城堡应该是人家城啦吼，讲即个人家城甲港道中间的差不多半个步程的即个射程即个所在，迄只船也靠浅伫遐吼，桅杆断去。下晡快艇阿神条号的船长坐小艇配备足够的人员，摇橹出港，要去了解讲迄只快艇，要去探迄只快艇吼。因为阮对即个城堡鸣炮几响，就是拍炮啦吼。嘛有做其他的信号，但是拢无回答，敢若5里。有时啊啦吼，有时啊挥动一个做机啊，迄个白色的物件，就是伊用毋知啥物物件白色的吼，绑伫个即个旗杆顶头，做机啊来摇的吼。因去到迄个快艇遐，带8个人到小艇里。就是应该是带转来8个人啦吼，这8个人有葡萄牙人，有印欧混血就是 Inoco mixed， 是安怎讲？我查一下混血台语要安怎讲吼。较早我听阮爸讲 Inoco， 迄是日语来的啦吼。蓝血，旧的离电书店，古早的离电书店拢无啦吼，干那即个即嘛新的啥物义台语台华线顶书店吼，蓝血十种啊，这就较无好听吼。环境变境，敢无人咧讲？我听人咧讲吼，Inoco是较早阮爸讲的吼。这是日语来，但是其实即摆日本人嘛袂讲 Inoco 吼。你怎样去遐讲 Inoco， 可能因认为讲迄个无礼貌，可能就若敢拄则讲迄个十种安尼，无毋是好听话吼。好，因去迄只小艇甲8个人载出来吼，有葡萄牙人，有印欧
迄个混血人。要暗的时阵，转来到港内，迄当阵因知影讲，因是伫个今年的6月12日对马拉加出航，要前往马尼拉。因对马拉加出航要去马尼拉，要去菲律宾啦吼。伫因的头前，另外有8只船出航前往马卡奥，马卡奥就是澳门吼，以及马尼拉。其中一只去互阮巡游的快艇夺去，去互阮抢啦吼。这只快艇伫个数日前捌看见马尼拉陆地，但是因为无风，煞去互海流塞入去基督，就是海流甲流走吼。伫个即个月的6日，佮拄着暴风，因为8月嘛吼，对1号开始讲，8月1号一直到7号、到6号拢落大雨嘛吼，所以8月天气拢无好。伫个即个月的6号拄着暴风，经过Formosa 后方北上到10到12海里的所在吼，要去敌人的城堡贵人遐吼。就是因已经海流到要到贵人遐吼，因到贵人遐，但是无觉察，所以又搁延缓落来，直到看见台湾，看见台南啦吼，看见台湾，伫遐看见船，所以清风就要入来，因此来靠浅，吼，因此来上岸。伫因的快艇顶头有140个人，其中有9个葡萄牙人，其余的有印欧迄个菲兰埃诺克啦吼，混血人啦吼。另外有古塞拉毋知啥物所在的人吼，有Bangladesh 就是孟加拉吼，孟加拉人。其他是奴隶，歹势，其他是奴隶，有黑人，有妇女，有孩童吼，有囡仔。根据迄寡葡萄牙人所讲，船顶载有那个号码50 candle s 米，迄个单位看无吼，看伊注脚安怎写 ，candles， 一种重量的单位。就是一头套车的牛所会当运载重量，应该是讲一只牛所会当载的重量啦，叫做一个 candles 米。啊，牛真有力嘛，会当载米，应该袂少啦吼。结果50 candles 吼，50只牛车的米就对啦吼。每一个 candle 重300磅吼，才有写吼。300磅是啥？差不多700外公斤的款吼，700外公斤，一个 candle 就700外公斤，50个就3000外公斤啊吼，3吨。哇，所以这只船真有载吼，3吨的米，19包尼加帕南的素食面包，包巴拉提斯吼。尼加帕塔南伊无翻出来，我嘛毋知啥物意思吼。19包的即个素食的面包，100担的烧酒，6-7包即篷布用的线，19箱的铁，5担的大铁钉，两小箱小铁钉，40个到41个奴隶，包括大人甲囡仔。你看即只船载偌济物件，这袂少吼，这价值实在足侪吼，即只船。好，8月9日，因为即只船，所以写一篇足大篇吼，交代讲即只船是对地来，因为啥物代志，啊去流去啥物所在，到尾来到咱即个所在，直接上岸靠浅，啊船顶载啥物物件，载一寡奴隶甲啥物货物安尼吼，这是8月9日9点24分，咱阁继续看。8月10日下晡，迄只小船甲规只新仔人的即个伞板啊，我拄则讲要查即个伞板吼。
佫看到吼，三板嘛是即种海诶物件、船诶物件，我拢袂晓讲。首先，我用册台语看一下华语对应三板诶讲法。古早词典拢无吼，新诶写讲啥物？船啊、叶啊、看头啊、三板啊、双桨啊、双桨吼，三板。啊，册台语无安尼，其他就免写册啊吼。三板我查一个啊，甘字典吼，看每一字安怎读。无收。板呢？板有收，读做板吼，板就是船的意思吼。甲板、三板、甲板船吼。好，8月10日下晡，迄只小船以及几只新仔人的即个三板，趁着退潮出港，趁水力退流的时阵来出港，要去载就是迄只靠浅的快艇顶头剩落来的人吼。暗时啊要载132个人来登陆，有68个查甫、64个查某，甲囡仔。看到迄只快艇已经破离，船舱拢是水，所以遐船应该是无效去啊吼。8月11日，迄只小船和洋客船赤坎号，搁再去迄只遭难的快艇遐吼，要去看讲是毋是会当抢救一寡好物。暗时啊载转来的200匹素食面布，包做3包，甲一寡线的1-2包的即篷布用的线，2-3捆小茴香。这是我袂读的，但是应该是无对啦。茴，好，茴就是读花吼，啊小茴香或者是小茴香，含一寡其他的好物搬到陆上，但是迄寡已经无值钱，因为迄寡好物拢是对入水已经1人悬的即个船舱搬出来，就是浸着水啊吼，大部分拢已经腐歹去吼，已经朽烂。迄只快艇已经完全倾倒一边，并且开始对中央来撞入去吼，所以只船已经规个入去啊，船顶的物件拢浸着水啊，无价值去。12。8月12日，迄寡小船和小艇，搁再去迄只快艇遐，就是迄只靠浅迄只吼，要去甲藏伫咧入水1人悬的迄个船舱里的米甲搬出来，并且要去尽量拆下火笼以及其他的即个插槽啦吼，其他的插要甲拆，抢救转来吼。火笼，船顶也有火笼，火笼吼，要甲抢救倒来。暗时啊，因炸一寡柴甲20刀担去的米转来即个陆上吼。13，8月13剩1分钟吼，8月13咱甲看了。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即句话我已经读几啊遍啦。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吼，那敢若佛经讲如是我闻吼，就是伊所写的拢是这是正式决议出来，而且你会当看出讲因迄当阵是伊个算集体的决议吼，集体，毋是一个人独断吼，是大家参详出来吼。
荷兰人新教国家吼，因迄个教会运作的传统就是安尼。你看即马长老教为什么叫长老教会？就是因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实是长老团，就是我毋知几个啦吼，几个人组做一个长老团吼，啊，每一个长老，一般内底可能连牧师安那会做长老啦。我无确定，我咱台湾的长老教会吼，反正就是即寡人会当决议教会事务，决议教会的方针吼，以后要安怎做，要安怎进行，事工要安怎进行吼，拢是长老团决议出来，毋是一个人决定的吼，一般拢是安尼吼。啊，新教国家，所以因的像美国嘛是吼，其实美国可能较无咧总统制吼，这有机会再来看啦吼。长官普特马斯国下汉议会决议要派快艇威廉格号、阿森多夫号甲将客船新港号，要搁去偏湖，要去遐听候对 Java 来的船，等到一个月搁对。迄个荷兰人要对印尼来的船吼，讲到即摆还未到。好，9:31，咱今仔日读到遮吼，8月13日。OK， 芭比你原来记40外条，好，感谢。我拄则嘛有查那个混血，混血安怎讲？叫做讲半风啊，半仔毋知呢。这是一个会当咱家己发明一个讲法啊，一种翻译，或者是讲一种讲法的事啦吼。伫台语内底无嘛吼，或者是至少我毋捌听过，我除了听阮爸讲过 I know 可以，我毋捌听人讲吼。所以咱会当，比如讲，咱就讲是会套蓝套会套混会是华语的讲法吼。当然要讲混会嘛是会使，但是听起来怪怪，伊台语无迄个台语无混无迄个词啦吼，无迄个意思。台语的混是套蓝。嘿对，比如讲江泉蓝就是张枪烂全套蓝全枪安尼就是啦，套蓝。所以我认为讲，咱会当讲做蓝会吼，迄个。会有蓝个，咱用蓝会来讲好啦吼。以后看到即个书，咱就讲蓝会，安尼就会使。这咱就是咧开，咱即代的好处就是讲，咱会当来开创新的台语词。我感觉咱有即个，咱要有即个勇气来创造新的台语词吼，莫特别。就讲啊，没有人这样讲，没有人这样，我即马就是要安尼讲啊，以后就是安尼讲啊，你个听有就好啊吼。OK 吼，所以咱以后就来读说蓝会吼。好，嘿，安尼。三年请讲，还是讲有人有你讲。我的声音感吼，就是有人吼像咱地量光。是。吼，啊，因的看法拢是讲，因有一届伫面说，有一个事啊，大家拢吼发明啦，讲我感觉我意见会当怎解，啊，毋过伊就走出来讲，你著莫安尼，咱著遐弱势啊，你莫黑白创事。毋过我感觉就是爱创事怎样，因为做这事，大家吼根本就袂记了，你是家己创的，还是你是以早啥物？有人讲过啊，歌仔有人讲过，其实嘛无差，啊，就毋免安尼惊吓。啊，足侪人讲吼，为着爱互大家听有啥物正安珠西生就会讲，啊，你著照中文翻，因为中文翻吼，你搁家翻转去，你知影中文的人，你绝对听即个台语的即个唱水诗，你著绝对知伊讲啥。啊，为着要互人听有，安尼著真牺牲。安尼咱若甲英文咯，照英文的音安尼翻，
中文讲我搁家想做英文的音，安尼敢好？我嘛感觉讲，咱爱较勇敢的，因为你有家己创事，还是你无创事，其实大家共款啊。是。袂晓的人嘛是袂晓啊，基本听的人嘛是会晓嘛不爱听。基本上咱毋是乌白创啦吼，基本上头前即个乌白能力对咱遮是无适应啦吼，因为咱各位嘛知，我特别拢会先查看即个大理大书店或者是各种书，若无我嘛去查即个册台语，看其他的书店里店有会当用的书无，真正是无咱再来创吼，所以无乌白啦吼，咱绝对是尽量会当甲咱去学已经有的吼，咱去学。当然无诶，咱就无诶，咱就拄则珊妮讲诶吼，无诶，咱就勇敢来创一个事。伫即个，咱伫即个年代，咱伫即个时代吼，咱活伫即个时代，这就是咱诶责任吼，咱勇敢来做吼。所以创事我认为是袂要紧吼，就是讲，但是创事嘛是爱，基本上爱有几啊原则，比如讲，你爱遵守即个台语发音诶即个原则，吼，你莫。就是除非你去直接要念原文啊，无你若要翻译，就是台语的发音的即种翻译的原则吼，就是你发音的规则啦，台语爱顾一下啦吼，莫乌白，遐就真正乌白音，比如讲台语无的音，你就摕来用华语摕来念吼，迄个，譬如讲支持诗即种有无？即种根基的台语绝对无嘛，你用你创业书，结果是爱卷舌音啊，迄足奇怪嘛，台语就无即物件吼。所以基本上我嘛是会遵照台语的发音的规则，或者是，譬如我拄则讲台语的词的意思，混的，敢若无嘛，我少罕咧听台语用混来表达即个 mix 的意思，就无我就毋捌听过，所以我就袂安尼讲吼。好，其他朋友，咱无啥物机会开讲啦吼。拄则讲推荐大家去听 Eric 讲迄个五个迄个有出名的人的故事吼，28。好，若无咱就芭比咱开房咯。芭比，我迄工昨日啦。看恁，我关房了，看恁家己搁开房开讲1624，还是讲啥我袂记啊，我袂记恁开讲啥？TMR 啦，妈咪你搁可能你想要开讲，我开一间啊。安尼哦。但是迄当初对啊，但是迄当初我小可无闲而且我一直互 CH 安尼，就是一直闪退。安尼哦。结果我。结果就是，但是我离去有一个朋友嘛是有离去无毋对妈咪打一寡连结嘛，就是有关联，可能有时我想法要讲，但是无偌久了我搁离去，我搁要找，因为我闪退啊嘛，我搁要找，结果就找无啊，伊讲伊就关起来啊。安尼哦。要我打去写本。我这一段嘛就关房啊。所以嘛无偌久就对啦吼。我想讲，诚趣味，恁搁有机会。搁家己搁会开房继续讨论，诚好。我已经足忝诶，我都无入去啊。好，我安尼到，其实，你讲。其实我想开房，可能所房也是讲那个比较小的房间，较细间的房间啊，甲一个朋友会开讲，亲像Eric 伫你的留言板留言迄天啊。伊嘛有甲我一心留言啊，伊当初我也无去听，伊就来我房间有甲我开讲，我嘛有讲我的观点，就关于迄出歌舞台剧迄出，我有一寡想法，就听我讲，伊嘛甲我分享。其实讲了搁较侪，讲了搁较侪因为我无去留言，是因为我即摆台语字数搁无够，我想讲有点偶包，我想讲我若留了无好，就较歹势。我想讲若是袂啦，有机会咱是开讲的时阵，我会再讲搁较侪。好。对，那原则上甲伊的想法，我甲 Eric 想法是相像的啊，因为伊是来我房间是先听着我讲，毋则话着。他就一定要那个冲上来要反馈安尼。我嘛
我嘛有听到有人认为无好看诶，因为马文可能知一个叫阿迪吼，亚特啦吼，阿迪，伊就认为讲无好看吼。我毋知啦吼。这因为看，这我是感觉较宽容的，因为看物件、看人、看物、看啥物、看册、看剧，我是感觉这拢个人的，比如说审美或是自己的伊的喜好嘛。对啊，所以对啊，但是若是咱咧讨论是毋是搁较悬的展出，咱来想讲是毋是一个真好的代志，我是安尼想的。若我来看，我是感觉，我就伫遮讲吼，是因为我讲较含慢，就是讲我嘛是，我其实我就感谢阿关迄工拜六的时阵答互我，无我完全就唔知影。所以这第一件我就感谢是这件代志，为怎样呢？因为我即个时代就是大家拢知影资讯是足济，有当阵真正毋知要找啥，足济物件会使看，所以讲若是有人。主动要安尼答互我安尼分享，我有一个方向。迄工我伫台南，就拄好伫台南，而且阿关就是就是一直拢伫读这济咱家乡的日子。就是我一看的时阵，我就发觉讲因为我看的时阵，你答互我是7点半的时阵就答，9点我才到饭店，我才看，我才拍开电视，我一看哇，我一听，我想讲这啥哇，这舞台安尼舞到遮大遮精彩，哪看哪查找资料，看这是啥，但是结果我愈看就愈趣味，就是因为一方面关你有读这日志，因为你读的时阵，足够水的，有当阵。有就找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带我就是有很多的各种学习，依照我嘛讲过不管是你咧拄则咧讲你咧查历史的，抑是讲有一寡地号名，有一寡你所早就知影的一寡故事，抑是知识，你就安尼在教，所以我感觉足趣味的，所以讲看迄出剧的时阵呢，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想我比一般人更较有更怎么讲？更较满足。更较有收获啦，吼，更较一直较多。对。若是要讲更较头前，嘛是就是，莫讲钱来食啥，就你搁马文进前咱伫暗时的时阵，因为嘛读足侪文章有一寡讨论，因为实在了咱拢。就亲像你观察到，我现着咱我常常开小录音机嘛，讲过，就我常常开小录音，大家下晡开讲，我是尽量互我用台语，因为恁的台语讲真好，我就是光是听我就学习很多了，听恁讲台语我就学习就多，光是听那声音就多。何况就是搁有咱的讨论时阵真有那个内涵，你已经进步就多啊。对，所以讲回伊讲看迄出剧，我9点外才开始看，拄好就是看到咱伫读的迄个进度，所以我感觉我哪看，我迄讲其实就忝的，但是哪看我就感觉欣喜，就是很开心那种愉悦感。然后当然我自己所学的东西，我自己可能不管在审美方面，或是那个自己喜欢看剧、看电影的兴趣、看书的兴趣什么的，我这些都结合进去，所以讲我伫看的时阵，我真正我满足度很高，然后而且我讲较悬的但是就是讲咱这个看伊这个用心，然后结合那个在地的推广观光，我是安尼想，我可能看，其实我一般我来看电影的时阵看剧，我拢是安尼，我是头壳顶西拢是想足多，就是讲这个伊的意义伫倒位，伊的好处伫倒位，有啥物影响来，我差不多讲想这个代志，所以讲为这个角度来想的时阵，我是感觉我。就是说，所以我人家讲到 Eric 就说是因为他听到我咧讲这个东西是歹势，因为迄工我是主要用华语讲，我会讲较多，讲较详细，对。但是我想阿元甲妈咪应该大家应该拢知影我的意思，因为你拢就漂的，真的就是所以说就是我本来一直想要反馈，在找无时间。感谢你。我基本上。我基本上是感觉足好的机会，就是讲，互人有机会通认捌台湾历史啦吼。
敢若凭着即点就是好事啦吼。做了达到什么偌大诶即个效果，其实我嘛毋知，当然。伊故事讲咱也有精彩，剧情若交代甲有清楚，大家会当伫内底学习，会当伫内底得到足侪，其实是好代志吼。所以我感觉我就是一个真成功诶例吼，是。因为比如讲，像我顶回伫房间我有讲过，讲其实足侪历史，真正咱足切身，就是讲咱回想咱读册时阵，咱就是可能迄册内底就是一两句话就安尼就带过嘛。所以就是说，咱后来要安怎有兴趣，那就是参像管即款，就是因为恁讲故事的时阵，咱讲要是恁读册安尼，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状况就是说，就是因为这样子诱发我兴趣，所以说那个咱来当查锤嘛，有兴趣啊，就看着关键字，咱就去查锤啊。其实咱去卖鱼那就是安尼啊。那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以前可能就是那种我们最会的历史是什么？就是哪一个年代什么战争啊，就安尼啊。咱讲内面较详细的代志，咱可能无时间，也是无迄个趣味讲咧去知影搁较侪，搁明白搁较侪。所以讲后来就是我自己就分享说，我就是真好的例，因为甲恁开讲，莫讲是读册，讲开讲的时阵，若是听到一寡字词，我本来就是会去。就有兴趣，我就去拿锤，拿开讲我就拿锤，所以讲我就安尼，愈来愈明白搁较侪，然后所以讲回迄部剧嘛是共款的意思，伊虽然拢讲是足侪人，伊毋知影，迄是因为咱拢共款啊，咱台湾咱若毋是读历史的，咱哪会知影遮侪？伊有上帝时间，然后他用很多的方式去先吸引人家目光嘛，所以就这么大的阵容，然后这么棒的音乐，然后如果说又懂音乐或什么，不管哪一个角度切进去，他一定会有一点诱发兴趣，他可以去查到相关联的，然后有些字词一定有印象，就可以吹啊，有人讨论，就会也是会带动。我的意思就是好多条线都会带动，所以以这个方向来说，真的是很棒。而这些事情就好像我的角度就参像其实我就感动。伊后尾是讲，因为 Eric 讲的是头前有印象，我来讲我后壁是讲啥，所以就是回应，因为我头前无看到嘛，8点我开始，但是头前我无看到，但是重点，伊最后是讲啥，我的感觉就是讲，那个大家这个从一个剧内剧外，这个是一个厉害的戏，因为剧内剧外都在讲的400年来大家都一直在向前，大家有个目标往前，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大家往前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很多，那大家对啊，有一些什么的冲突或可是合作或什么，有一些变化，然后有一些大家互相的学习。这就刚刚我的看是，我是小感动，因为我是可能我比较感性，我就想讲，我直接就想讲，其实就感觉伫写去内底的时阵，拄着恁遮高的人这个前辈，然后呢就是关于看教阮就侪，然后这样子的衔接一直延续。这种感觉，我可能说无刚好，因为历史的历史够伤少，但我想要表达就是讲，表达就是讲这款的这种情感面，我伫看的时阵，短时间我伫看，我是安尼感觉，所以最后伊讲什么，古人是台湾人，对吧？但天上的星星什么，就是我们这样子，然后所以回应那个 Eric， 他如果前面说的，他前面有看到说，其实后面也有嘛，因为最后都有做一个总结嘛，舞台剧就是安尼，最后一个很磅礴完整的这样来把这个主述出来，他最后也有想要表达一些情感面，我是有看到。你讲来对李树，因为他切成一些部分，你像永兴他可能有人会骂讲那用华裔啊啥，那当然我不敢保证，因为拍摄到当我也无从头到尾看过，也无时间，但是我是就我看到的迄个部分，我得想，迄是用心，因为他可能用一个比较他也是一个世代的感觉，用一个年轻人玩打 game 的方式，然后再去带到那个一步的这样去带到那个相关联的，这个就是让人家有一个好奇。我是觉得不要那么多的批评，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很好的优点，这样子。我是安尼看。新入来的朋友吼，新入来的朋友，阮拄则爸比你讲的是，
1624即出音乐剧吼，你即马你 YouTube 1624音乐剧吼，你就会当找即出戏来看。敢若2点外钟是为着即个等于是荷兰人来台湾400年历史所做一出大戏吼，诚精彩，会当去看吼。安尼迄个爸比真感谢你的分享吼，我一直想要了解别人看即出戏的心情，或者是讲得到啥物物件，所以真感谢。安尼咱我看今仔日我是拜3，明仔载拜4，因为明仔载应该阁会使继续读书吼，咱明仔载再阁继续来读。安尼我来开房啦吼，好，再会啦吼，好，谢谢大家。